小杨伟，吃饱了，现在开心啊！还有什么想吃的啦？想喝绿豆汤啊！想喝绿豆汤不简单啊，是黄老伯伯给你变出来啊啦。那个小美女，那个再来一份绿豆汤啊？没有绿豆汤啊？绿豆汤怎么会卖完了？哎呦，真的。小杨伟啊，这边店里面这个绿豆汤卖完了怎么办？想吃。哎呦，你不急呀，黄老伯伯给你想办法呀。那个杨迪卡进卡莱山，你们这个手机上搜搜看，附近还有这个卖绿豆汤店的。有一家是吧？好，这个有了，小杨伟有了，马上带你去。小美女，这个直接买单吧，好吧？小杨伟，我们错了，我们去喝绿豆汤。这个杨迪卡杨帅哥，你们这个导航对了，这个地方不像是卖绿豆汤的吧？帅哥，你们这边是卖绿豆汤的？是的，先生，请问有预约吗？怎么又要预约了啦？上他妈吃咖啡要预约，这次连到吃绿豆汤还要预约了，把了个撑的！你不是那个布鲁斯吗？你那个中商咖啡店呢？不开了？怎么来做绿豆汤了 ？Oh my goodness！ 你居然认识 Bruce？ 那他呢是我的双胞胎哥哥。对，没错，我是这家司空绿豆汤的主理人，我是 Society。那司呢是凉爽的意思，空是空蒙的意思，怎么样？是不是一听就觉得特别的凉爽？叫什么？司空啊！对，哪有你第一个名叫司空啊？哪有改中名字这个？杨帅哥，黄叔叔今天真开了眼了，要命了！真的还是有人都2个人都上班才想出来的，你都真的是人才，那四强一模一样，2个人的可能啊！开个100级中商，100级司空，一个人叫布鲁斯，一个人叫13D。Excuse me， 您刚才说什么，先生？没有，就说你们2个都很帅的大帅哥。那既然都熟了，那么不要约了吧？我们这个小朋友就想喝这个绿豆汤呀。真的很抱歉，先生，因为我们家的绿豆汤每天只熬1锅，所以你必须要提前3天预约哦。OK， 1 second， 稍等。怎么了？你确定他不来吗 ？cancel 了吗？那你告诉他定金我们不退哦。OK， 先生，你很 lucky 哦，正好有人取消了预约，那请进吧。这个地方大嘞啊！13D啊，你就卖个绿豆汤，装修这么豪华干什么？赚的会呀！13D呢？人怎么不见了？那个服务员，差点乱不乱啊？我知道的，这种来这种店不能叫服务员的要叫主理人的，真的搞了，谁顶着王宇？主理人。我在呢。看来先生经常有光顾像我们这样的主理人门店哦，您很有眼光哦。我没眼光我是被你那个波罗斯哥哥那个逼出来的这个别不去管他。这个13D啊，这个给我们来3碗这个绿豆汤。好的，先生，请您这边扫码付款，收您264元哦。什么东西啊？多少钱？264啊！我听错了，杨帅哥，3碗绿豆汤呀，260 88块钱1碗，你这个里面放黄金的？先生，我想我在这里需要声明一下，我们这边做的是高端绿豆汤 ，OK， 不是那些街边摊可以比的。我们选用的绿豆也是有讲究的，我们用的是北纬45度核心产区的绿豆之王。我们需要经过3次的人工筛选，保证颗粒饱满、颜色清脆。连我们煮的水都是用冰川融水 ，pH 值需要精确控制在7.2，这样才能够激发出绿豆的香甜和软糯。You know？ 同时，我们还会用文火慢炖7小时，再配合现代分子料理的破壁凝香技术，牢牢地锁住每一颗绿豆的营养。行了，13D啊，你这个叽里咕噜跟我说一大串，我也听不懂啊！就我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这个88的8块钱的做，啦！真是给你白费口舌，跟你说了那么多，你要觉得贵的话，你可以离开哦。我们每天门店的预约都是爆满的，您坐在这边是您的荣幸 ，OK？
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说话的？梁帅哥，兄两个人谁是真的有这个脑子啊，这个打错了。我不是吃不起哎，帅哥，88块钱一碗绿豆汤啊，还爆满了啊！我看都是从头要满，谁家把那个绿豆汤卖88块钱的呀？真的是的。哦，小杨伟，你想吃啊是啦？哦，好，花了我不给你买啊。我付了，我给你买，我买3碗，260，今天真就看在小杨伟面子上了，本身我肯定走的，谁要吃你88块钱？绿豆汤来喽，赶紧品尝一下。我们家绿豆汤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，前调是花露水，中调是清凉油，后调是风油精，保证你一爽到底。请慢用。杨帅哥，这个把这个出来的，这个叫绿豆汤啊，你干脆叫驱蚊水不好了，花露水要出来的。